信大家都未必會好陌生，又或者其實已經知道得非常清楚。近呢2年咧已經有無數嘅片啊、媒體同埋新聞報導過啦。呢本嘢咧就叫做《我所看見的未來》。呢本漫畫就係由一位日本漫畫家龍樹亮所畫，佢有呢個預知夢嘅能力。其實直到而家，佢已經有好幾個預知夢係成功預言咗㗎啦。最出名咧就係日本311大地震，呢個其實印刷過2版啦，一版叫《呢個人講嘅2011年3月大災害》。咁當然呢個講嘅就一定係佢轟動全球嘅，相信大家清楚啦，就係因為從日本南海太平洋海域前大災害性地震，嗰個震級嘅能量係勁過311嘅幾倍，有大概1/3嘅日本係被淹沒。其實呢個預言咧，我喺2年幾前都開始睇㗎啦，因為小弟就比較喜歡中意睇神秘學、玄學、風水嘅預言，都係中意睇嘅，一直以嚟都放在心中啦。直至到2年嘅時候，突然之間好似連科學數據上都混淆咗，變相搞到好似佢都淨係講下。而呢啲大災難嘅內容啦，同埋陰謀咧，我喺度就唔會再細講啦，因為其實去到6月嘅上個時間或者揾呢個名都大渣，但我就幫大家精簡咗幾條。如果大家真係未聽過呢件事或者想了解更多嘅話咧，我係一次可能可以俾大家睇完嗰幾條片之後咧，大概會知道呢件事嘅由來發生成點。大家記得一定要睇晒呢條片先，因為我哋係作出咗一個決定，我哋喺7月頭就會一個論壇。拍咗就係呢件事咧，唔係話我哋要避難啊，係要走到好耐，我哋都係諗住嗰位咧就去旅行，只不過咧我哋就會選擇對方面就可能會去另一邊。我喺度建議大家睇完呢條片嘅時候咧，都諗下，如果你哋諗住7月頭去旅行嘅話咧，因為直接暑假啊嘛，都可以嘗試諗下去第2個先。嗰邊咧，我覺得可以遲啲再去都得。咁我哋今次嘅旅行就去第2邊先，大家就有興趣諗下咯。而喺今年年頭，我哋都特登飛咗去花蓮一轉，因為咁啱上年4月就係花蓮大地震，加上龍樹亮嘅預言入面講到7月5號呢個災難會隆起一片陸地，將香港、菲律賓同台灣連成一線，所以我哋就去咗睇下花蓮大地震1年之後到底係咩情況。呢一間咧就係我哋尋晚住嘅酒店。因為你哋上次住啊，我去咗舊疆啊，去沙灘。4月的時候呢，花蓮大地震，花蓮1年了，還是很多地方要難受啊。放置平冇期啊，係啦，呢度係有一個紅地嗰度，我抽咗相出嚟，大家睇睇嘅前後對比。呢個就係上年新聞非常之